啦，嚟到我哋今日嘅慈航會舉辦嘅佛誕賀吉祥嘅浴佛活動嘅。咁我哋一陣間咧都會去到呢一個佛殿嗰邊嚟到去有浴佛嘅活動㗎。而家我哋就先念誦三篇佛偈，同埋唱2首佛歌先。佛無邊道苦眾，四海五湖皆兄弟，廣澳天地十分榮，百年歸去人皆空。南無佛陀耶，親愛是悲喜心，善真歸一種。別人的孩子，當舉你的膽，我送菩薩慈愛圓滿。夜摩耶夫人做了個夢，夢到一頭6牙8象，從他的右肋進入胎中。早出世嘅時候嘅身份咧，係古印度迦毗羅衛國嘅乜嘢咧？1、2、3，太子。我哋要掌聲佢。係啦，俾掌聲。1、2。修行，你嘅答案係修行。修行成佛係咪？好嘅，係啱嘅。好啦。開始先啊！右手，左手咧？跟住就講出句乜嘢説話啊？天上天下唯我獨尊。哇！個個都100分好啦。3、4、6、7，舉起嘅右手。天上天下唯我獨尊，唯我獨尊。非常之好。好啦。好乾淨，幫佢沖個涼啊！梗係唔係啦？個公仔係點啊？嗰個係太子啱啱出世，唔係唔乾淨，係因為咧佛經有記載。模仿釋迦牟尼佛出世嘅時候，天降異象，錦龍吐水，雨灑甘露，為悉達多太子灑淨慶生嘅吉兆。當我哋浴佛嘅時候，聖水灑落佛祖身上，所潔淨嘅並唔係佛像本身，而係我哋自己嘅心田。試下睇，